使用新鲜的蔬菜来做健康餐的永安膳食，最近进驻各道休困区，也且积极甲在地结合，特别将特色农产绿菜，同时嘛来支持偏乡的食农教育。26号上午办理一场成果发表会，现场气氛是相当的热烈。学校们也都会进行这个孩子的那个圆梦课程啊，很感谢白姐哈，就是透过这样的平台，让学生哈制作的在地的东山咖啡可以在这边哈提供民众的一个认购啊，然后也创造学生哈在一个学习历程上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风采。永安健康膳食的白姐哈，愿意深耕我们东山在地。而且跟我们在地的国中小合作来提供这样的一个食农教育的一个课程，那不仅可以让孩子对于食农教育的相关的内容有更多的认识以外，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人可以认识我们东山在地的特产。这回永安膳食特别推出食农套餐，包含加入东山咖啡的火锅、小农新鲜爱玉，还有东园各种龙凤酥、甲青山各小咖啡。业者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200份的作文订单，非常感谢各界支持。因为东山的咖啡是很有名嘛，那我们用东山的咖啡来做这个东山的火锅，那用咖啡豆下去煮，然后我们在最后上来的时候就是一定比例的咖啡汁。那我们的甜点也是用我们东山小农做的爱玉，然后还有他们的龙眼干来做的。所以就是今天的活动，就是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用888。那吃我们的火锅套餐呢，我们有送国中校长这边的龙凤酥，还有送国小校长这边的那个咖啡包，这样子，那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为了协助学童善用各项农产品发展技艺，业者嘛捐赠2间学校各7万块的教育基金，5万囡仔有更侪创意想法。而这次的套餐活动将会持续到6月底，真欢迎民众多多来采购品尝。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